500公尺到高铁，5分钟到台积电，嘉义高铁特区唯一别墅。客厅挑高不压迫，还有一个用餐空间，还有一个孝亲房，配椅子型厨具，还有阳台。1楼厕所空间宽敞，主卧座套房的设计，白天不用开灯，采光就会非常好哦。2楼空间超大，可以放2张双人床，还有附赠一个晒衣空间。卫浴还有开窗哦，做2间套房的设计，采光一样都超级赞。柔和的空间，开窗的卫浴，